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7号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全世界拢在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情，昨伊暂时离开病院，冒向支持者下手。伫离开病院之前，伊嘛有录一段影片，讲即摆破病，互伊学着真侪代志。 美国总统川普测试暂时离开华特里的国家军事医学中心，而且伫车内底向病院外口的支持者来握手。伊家己伫咧出发之前，伫推特顶端发表一段录影，讲要互大家惊喜。We're getting great reports from the doctors. This is an incredible hospital, Walter Reed. The work they do is just absolutely amazing, and I want to thank them all. And they've been out t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ve got Trump flags, and they love our country. So I'm not telling anybody but you, but I'm about to make a little surprise visit. So perhaps I'll get there before you get to see me. It's been a very interesting journey. I learned a lot about COVID. 川普的医疗团队伫测试检查伊的血，这是伊伫咧过去几天内底2届暂时费用的高度报告，啊，个加类固醇药物治疗了的检查。Yesterday, you told us that the president was in great shape, had been in good shape and fever-free for the previous 24 hours. Minutes after your press conference,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president's vitals were very concerning over the past 24 hours. Simple questio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hose statements about the president's health should we believe? So the chief and I work side by side, and I think his statement was misconstrued. What he meant was that 24 hours ago, when he and I were checking on the president, that there was that momentary episode of the high fever and that temporary drop in the saturation, which prompted us to act expediently to move him up here. Fortunately, that was really a very transient, limited episode. A couple hours later, he was back up, mild again. 白宫医师康利表示讲，川普目前费用的水准是98%，目前状况继续变好，伊加上紧找5出院，登去白宫继续治疗。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倒来来关心中秋连假，有民众去新北市万里体验飞行船的运动。 结果有一个姓吴的查某人，甲伊的教练，亲像伫准备降落的时，无细仪器交着电线，规个摔落来。好佳在2个人拢无大碍。要过飞行船的运动直头出问题，嘛代表咱国内这个运动问题了了。 测试下晡4点外，真侪飞行船也搁伫咧空中伫飞，啊，毋过画面内底即个感觉色的飞行船，若像控制袂调，直直向海沙堡边仔白宫行馆飞过，落尾摔落来，看到民众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趁连续假期，姓吴的查某囡仔来新北万里，想要体验飞行船运动。姓胡的教练带伊2个人做伙伫山顶飞，想袂到准备要降落的时阵，去交着超5公尺悬的电线，去控制。好佳在迄当阵已经离涂骹真近，2个人拢无性命危险。有飞行船的玩家，那一男一女男的为教练，约59岁，女的为这个游客，约21岁。后男2名这一位肢体挫伤，及身体疼痛。 规套飞行船起载超20多公斤重，一般拄悬山的路架，也是用牵引的方式起飞，伫空中来看涂骹。视野真空阔嘛，真美丽，是这项高风险运动，互人上注心的所在之一。啊，毋过最近嘛，因为流行，常常发生受伤的代志，甚至是造成今日在南投埔里虎头山一个游客摔落来死去的意外。啊，若是目前全台湾敢若屏东得到地方驻地管理条例，嘛显示出国内飞行船规范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做回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增强的影响，伫北台湾天气变淡冷。咱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降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的山区雨会较粗，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啊，毋过伫过头了后，南部、中部的山区卖落雷公雨、变天啊，乡亲一定爱穿雨袖。 另外，伫空气品质的部分，今仔日伫中部外近山区的所在，还佫有分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无啥好，有机会会达到感冒式级数。中秋连假，各地天气拢真稳定，啊，毋过对今仔日开始变天啊，因为冷空气较贵，伫北部、东北部会变做淡淡湿湿冷冷的天气，高温会降10度左右，而且伫北部、东半部会落雨。 这款无稳定的天气会一直到国庆的连续假期。
那这波东北风呢，预计影响的时间点大概就从今天开始到周四。那今天来说会是一个蛮明显的降温阶段，白天开始一直到晚上，整体来说整体的温度是越晚越凉。那今天来说，白天的高温以北台湾来说大概是24到26度，那宜兰地区的话大概也差不多是在约26、27度左右。比起昨天普遍在33度甚至是更高的温度相比的话，至少有8到10度左右的一个降幅。所以北台湾跟东北部今天感受上来说降温蛮明显的，同时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一个状况。那中南部地区的话，也是一样保持在33、34度。气象局表示，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除了北部、东北部高温降10度左右，地价方面的所在嘛会开始落雨。宜兰、桃园以北落雨时间拢会较长，雨嘛会较粗。那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也毋过早暗温度较凉冷，温差有较大。另外，伫关岛北边的海面上，即马有一个热带扰动。气象局讲，上紧伫24点钟内，一天内有可能会成做第14号的风台。也毋过，即马离咱台湾也真远，敢有影响，搁爱观察。来关心法国南部甲意大利的北部，受阿里克斯暴风雨影响，强风大雨造大水，嘛造成水崩山。桥甲厝拢歹去。另外，外地嘛报道讲，上报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30个人失踪。若不幸的嘛包括救援人员。位直升机顶往下骹看，原本的河道即马全拢是土沙石。河岸边土石掘落，有一寡厝看起来真危险，有一寡甚至被土石带着。这是阿里克斯暴风雨，伫法国时间初二，伫法国南部地区侵袭，累计降落达到500毫米的雨量造成的灾害。法国的滨海阿尔卑斯省受创严重，这个地区大约1.3万的家庭停电，大量的厝甲桥梁损害，部分村庄的另外道路帮路封起来，互居民无法度转去。Eh ben, c'est bloqué avant, après, plus de route, plus d'électricité d'ailleurs. Même plus haut, ils ont plus d'eau, plus d'électricité. Voilà, il y a eu plein de personnes à héberger qui avaient froid, des personnes âgées. On a fait au mieux. Donc il y aura toute la journée, dans les jours qui suivent, dans les semaines qui suivent, une énorme mobilisation sur la partie montagne qui a connu un séisme sans pareil et sans précédent, en tout cas connu depuis près d'un siècle ici dans notre département. 阿里克斯暴风雨随后转向意大利北部，强降雨予其北市区内大面积淹水，民众只会当伫厝顶等待救援，车辆也拢泡伫水内。当地时间初3，雨量变少了后，民众才开始清理土水，摒扫工园。根据外媒报道，暴风雨伫意大利、法国至少造成2个人死亡，30人失踪，其中包括几啊名的救援人员。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立法院伫这个会期要成立修改宪法的委员会，委员的名单明仔会送预过，若通过了后，会正式启动修改宪法。立法院长尤锡坤是表示讲，修改宪法是咱国家要紧的代志，伊会尽全力。目前调查提案，目前有17案，其中对18月会当登票，上届有共识。来看自由时报。石油署公告3间药厂严重违反 GMP 优良制药规范，被列作黑名单。这3间分别是恒辉、世达甲普谦，会依照药事法罚3万到200万。若继续无改善，上严重会撤照。来关心中国时报，公费流感的预防针今仔日开始注射。6个月以上的囡仔、甲高中生，还阁有50岁以上的大人、医护人员、防疫人员有9大族群会当先免费代先注射。因为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要注射的人应该会真多，建议乡亲会当先打电话去注文。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得奖的医生是表示讲，Trump的治疗方式会采用实验性的鸡尾酒疗法。过咱国内医生李炳英是表示讲，目前无研究会当证明讲，这个疗法是有效的，不过好处是这个疗法较无副作用。北京医疗团队表示，川普除了接受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治疗，团队也为川普提供维他命 D， 用来抑制一尺酸的飞沫替丁、助眠剂、替乌激素、阿司匹林，也有一个美国雷杰纳隆药厂有关在实验中的多数抗体鸡尾酒疗法。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疗法内底含有药厂制作抗体，还有另外一个由新冠肺炎康复者身躯摕到的抗体，甲两者甲病毒的基突两倍结合，来限制病毒的扩散能力。用鸡尾酒式的把很多不同的抗体混在一起去打到人体里面的话，它是主要是基于理论上的考虑，说它可以中和掉病毒，但是我说它就是没有办法杀掉细胞内的病毒，它的效果可能有限啊。它的这种抗体治疗的好处是它没有什么副作用。李炳英指出，这疗法若是会使减慢病毒扩散，对着轻症的川普来讲，可能对后续治疗有帮助。不过，以外来抗体治疗感染新冠患者，这种拢属有试验性疗法，看个案的状况而定。在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没有新冠病毒重症病例的发生，这个表示说我们台湾社区相对来讲是相当安全的，所以对于这种廉价人群聚集的现象，我讲也不必过分的管制。对着台湾疫情，有专家认为，中秋节连续假期民众防疫较放松，烦恼秋冬疫情搁再爆发。李炳英表示，进前几个连假拢无有互相烧话情形发生，民众若是甲喙掩挂好，做好个人的卫生，唔免伤过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搁咧滚价。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500多万例，死亡人数有10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共款医治517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日本是超过85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63万例，印度超过654万例，伫巴西是超过49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81万例，法国超过62万例，英国超过50万例。全世界拢在关心美国总统川普的病情，若伊的对手拜登因为体检是阴性的，所以拜登继续在走竞选行程。虽望拜登有祝福川普会当赶紧好起来，不过伊嘛直接讲，川普的防疫政策真失败，若是伊来做总统，绝对袂遮尔含糊。川普为着新冠病毒入院了后，民主党阵营已经撤销对伊的负面广告。候选人拜登去密西根州继续竞选活动，虽然祝福总统阿姆早日康复，表示无想要伫这个时阵来攻击伊。不过，伊却是强调，美国超过20万人去为着李过身，700多万人确诊，3000万人失去工作，也是收入大减。若是家己做总统，会完全无同的处理方式。As president, I'd use the full power of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to get PPE out to every single transit worker, hospital, job site, and school in this country. And I'd appoint a supply commander to make sure it's distributed fast and fairly. The idea that they're kicking it off to talk to your governor, not my responsibility. Come on. I don't know. If that's not a responsibility of a president in the middle of a crisis, I don't know what in God's name the responsibility is. 捌伫辩论场甲川普辩论的拜登，即阵采检是阴性，未来阁增加检查。伊推文表示，大概1个月了后，将叫家己的家后吉尔是第一夫人，引起支持甲反对者热烈的议论。而民主党进步派代表桑德斯也伫个新罕布夏州为拜登来讲话，俄罗拜登照纪律甲领袖气度，是唯一用顺利美国渡过疫情难关的人。而7号确定如期进行副总统辩论会，两位候选人潘斯甲贺锦丽中间，也对27英尺到变做12英尺，也就是365公分。而全场人员也规定必须爱挂喙罨。另外，川普甲拜登进前失去控制辩论会，正做这礼拜电视模仿表演，拜六也现场的重点。艾利克·鲍德温甲金凯瑞分别扮演川普甲拜登，互大家笑到要死。The economy is mean. It keeps losing jobs, which is mean to me. And the China virus has been very mean to me and being a hoax. And that statement i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probably come back to haunt me later this week. The country's counting on you. And just stand here and look lucid. President Trump's in the hospital from COVID. And I just want to say my heart goes out to COVID. 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时装设计师出名品牌kenzo的创办人kenzo Takada，因为去患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0月测试伫巴黎病院过身，伊食到81岁。
外国媒体是报讲哦，克隆加达的出来的人有发表声明，证实伊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过身。伊伫1939年出世，受小妹影响，对世界物件拢真有兴趣。伊对东京文化服装学院毕业了后，1964年就搬去巴黎。1970年创立克隆，伫1993年这个品牌互 LVMH 集团买去。伫1999年，伊宣布退休，不过伊并无真正退休，佮继续咧做设计。今年初嘛，佮有推出新的作品，想袂到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煞来过身。今仔日国际上还佫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东京奥运甲帕运延到明年热天要举行，日本官方已经开始针对这防疫措施在做讨论，上紧伫明年春天会加条件开放外国观光客去日本。受全球注意的诺贝尔奖，台湾时间今日下晡5点半会宣布新医奖的得奖人。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主办单位已经取消颁奖典礼，会改用电视转播来颁奖。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3要举行。总统 Trump 起划到了后，加分还是扣分？即马有一份新的民调提要讲 ，Trump 有机会会当摕到320张选举人票，会当成功连任，会大赢对手拜登。来关心2天前有一个香港人陈东家，伊涉嫌伫咱台湾杀死伊的女朋友了后，旋转去香港。陈东家有透过录音强调讲，伊希望会当1个月来咱台湾投案。伊的牧师关浩明是表示讲，台湾这边的律师已经有接到指示，今日上班日就会开始处理。2018年涉嫌伫台湾杀死女朋友潘小颖的香港男子陈东家，初期透过录音重新想要到台湾投案，佮希望10月可以当来，一直協助伊的香港律師關浩明，初時再去指出，台灣律師已經收到指示。即係同家投嘅意見係冇問題嘅，好冇？咁就明天啦就台灣律師就會同台灣當局。咁我真係唔清楚佢用咩方法啦，即係佢總有一個方法嘅，我相信好嘛。咁所以大家或者唔好太介懷一啲嘢啦。我諗下個星期會比較明朗啲咧。關浩明重申，陳東家投案的意願無問題，希望外界給予空間。只是香港保安局煞佇初3暗時發出聲明，講香港並無甲台灣針對案件建立聯絡對口，香港無法律基礎向台灣提供證據。陸委會是批評，而且佫講，去年10月雙方各已經互相提供聯絡的管道。如果陳賢確定要來台面對司法，隨時可以透過窗口聯絡，我方已準備就緒，一切依法辦理。針對港方屢稱沒有法律基礎，又稱會提供協助陳賢赴台的可行安排，實際上卻是延宕了近1年，依然無所作為。港產院伫去年10月立案調查陳東家案，報告伫9月出來，內容包括雙方有往來4屆的批信，第1屆香港要求提供命案的證據，我方表達願意協助；第2屆香港建議由測證會佮協證會見面溝通，我方請對方愛釐清未來敢是有願意司法合作；第3屆香港的態度無變，我方是要求對方回應法務部捌提出3屆的司法合作；第4屆香港認為愛佇無條件前提之下處理這個案件，我方甲香港講，因為香港直屬要求有條件來討論，我方保持保留的態度。台灣甲香港無引渡協議，嘛互這個司法案件演變成台港的政治事件。記者郭清平做台北報道。昨10月初4是世界動物日，台北市長郭文哲講，台北市政府即馬按算要重新來定起內湖的動物之家。那新北市長侯友宜是頭一擺去體驗野蜂蠟效應，伊嘛講到明年咱開放美國豬肉進口了後，侯友宜強調年底會甲養鵝產業者拍契約，確保學校內底囡仔攏是食到台灣豬肉。10月初4是世界動物日，台北市長郭文哲親身出席，伊一擔看單位關心動物，佮主動要甲這個狗仔翕相。致辭的時陣，伊講到為了要好好照顧動物，台北市政府準備重建內湖動物之家。決定把內湖那個動物之家重建，我看那個預算書，你知道嗎？6億，哇！好像應該夠了，好像還要超過6億了。那這個主要是要解決我們台北市街友這個說街犬街貓的問題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去石碇参观野鸟中度一家，佮头一届体验野凤大观鸟，互伊真欢喜。毋过讲到散马精美地要伫明年开放来台湾，新北市学校早已经甲这业者签约，感谢学校内底中昼顿出现冷胖，侯友宜希望年底进前会当换约。虽然我们今年已经跟团膳业者签约，不过年底之前，我们已经跟12家团膳业者不断的密集开会，在年底之前，希望能够把换约做好。那目前为止，我们的团膳业者都释出善意，他们愿意采用台租。另外，新北市的天狗日以前新增加8个本土病例，拢有去过三甲区5料理。侯友宜呼吁民众暂时莫去遐。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开始天气会转凉冷，爱洗热心血管疾病。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平均26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脏病过身。今年更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马有国外资料就显示讲，若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去活着，安尼死亡率会比一般人悬出3倍到5倍。一名60多岁查某人因为急性心衰竭断院，好佳在下附治疗，继续用药控制病情回稳，也过当登记工作单位。心衰竭常看的症状是欠浮症喘，若无赶紧治疗，5年死亡率达到50%。医师烦恼，因为疫情关系，今年门诊数下降，呼吁有心血管疾病患者一定要定时回诊。如果你把高血压的用药擅自停药的话，会造成反弹性的血压上升。那这一个有时候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比如说造成急性的脑血管破裂，造成主动脉剥离，或者是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尤其70岁以上的族群，心脏衰竭比例会提高10%。估计台湾360万名老人人口大约有36万心脏衰竭患者。尤其疫情期间，国外已经有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患者若感染新冠病毒转为重症机会大，死亡率是一般人3至5倍。如果说只要好好的去预防，或是呢去控制这些危险因子的话，它对于这个心脏疾病的发生呢，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天气要转凉，佫是心血管疾病发作的季节，患者爱注意穿较少的适当运动、啉水，饮食避免伤油，佫较爱遵守医生的防护食药啊，才会当稳定控制。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因为地理的关系，较常发生地震。桃园防灾教育馆利用互动的科技设计游戏，要互大家哪算哪学防灾知识。甲地区早熟的游戏，小朋友拍拼往头前冲，甲地震破比赛，参加贵身躯干，也有避难软游戏。除了走，身体也着爱倒正平摇，才会当避开地动逃生路线的危险物。一定爱买10块店 QR code 扫描，随验证出防灾包买物件感谢价。每一样东西都有孩子有兴趣的地方，所以他真的是每一样都喜欢。我最喜欢玩地牛赛跑。那你知道地震来了怎么办吗？趴在桌子底下或者脚跪着。课本上就是只是一些文字叙述，在这里它比较立体的在他们前面展现，感觉起来会比较丰富。我新收手款成功收获7只第一档新收，都会当合影翕相，摕到专属的闯关成功证书。桃园防灾教育馆第一档岛大冒险特点，拍破一般第一档主题展览定看的电视方式，透过冒险故事搭配互动闯关游戏，在佚佗中学习防灾知识。地震保命3步骤：趴下、掩护、稳住。记得要找一个坚固的桌子，然后躲在桌子底下，保护好自己的头部、颈部，避免被掉落物砸伤。上局表示，各国关系第一档团率真济，台湾是地区翻新，日本是黏仔鱼，印度是枪。地点照着趣味的第一档新收，设计游戏关卡，除了加深第一档避难知识，也让民众了解第一档速播科技甲各种第一档监测设备等。记者综合报道。这时间的连续假期，天气真好，大家拢有出门佚佗。结果南投武陵的停车场出现真侪粪扫，连路边的公车牌仔嘛互弄断去。卫生纸、包装纸、报纸四件弃伫个武陵停车场甲路边，也有民众乱扔粉扫。甚至是观景台附近的路边违法放烟火了后，空鸭就弃伫遐，后尾上山来请军台主任游客是一直害头，讲哪会安尼嘞？其实这样子望眼看过去，就是垃圾不止影响上山时的
观看程度，然后如果说像外国人来看到，哎，有台湾这样，观光景点嘛，然后又很有名，那外国人一定都会来嘛，那有点不太好吧，就是顺手带乐事下山，应该也没有多难啦。连假来了，真侪人甲车借助本领的本事，也甲公路边仔的路桥、警告标识甲公车的站牌拢歹去。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连假4天拢有派人定期巡逻，一旦抓到民众乱起本事，至少会罚1500块。若是毁损公路的设施，依据公路法第72条，破坏人也面临3万块以上15万块以下罚款。就是不准乱丢设施啊，然后我们的裁罚标准。第一次1500吧，然后可以连续处罚，第二次就3000。22顶个月27，有来自台湾各地救援队甲公益团体对母岭停车场墙边冒险，人绑着锁落去捡本事，清出几10袋本事。日节连续假期又搁互母岭4家拢是本事，台管处也只好搁再呼吁，清气的山拿爱靠大家共同来维护。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镜头来嘉义梅山的太平川太平分推，相真侪民众即个连假去佚佗，一天就超过6000多人去参观。村长就讲，连续假期即几日有影比过年还搁较闹热。庄内街仔顶的店面，拢会当看到排队买物件的人潮。大平天的入口嘛是不断有民众买票，准备要入去行。大平村的村长就表示，中秋连续休工即几日，才比过年搁较闹热。老街以外啊，还有它的巷弄的一些美学，真的是非常有特色。游客从去年的100万人次，今年可能会突破到150万人。然后我们太平的景点也带动其他周边7个村的发展。地方的社区产业合作社为着要庆祝经营天天3周年的活动，嘛有介绍节目，唔但有汤啉茶，阁有艺文团体来演出，吸引游客伫遮过暝，带动观光产业。隔天就来这边了。县府表示，大平天天对地方真正有帮助，对外阁通好争取建设甲资源。200多人的大平川嘛，成为阿里山以外新的观光点。3年多来，证明它的游客逐年在增加，也证明这样的一个景观的设施跟旅游产业带动地方的就业跟所有的地方的这个产值。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表示，4天的连续假期，大平天天阁捌出现1天6000多人的观光人数。村长讲，中秋的好天气，刺激民众来遮佚佗的意愿，嘛希望来到遮的观光客会当遵守交通甲停车的规定，避免影响到别人的权益。记者林慧莹嘉义报道。那即阵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加上有连续假期，颠倒咱国内的旅游是真兴。大家家己驶车出门，高速公路的休困站人马可可。今年8月份的营业额就比去年同期加码1成外。根据高速公路公路局统计，年初受到疫情影响，国道休困站业绩落甲真严重。不过后来疫情转好，休热期间业绩甲去年同期相比，成长13%，其中新竹关西服务区成绩成长40%至50%，尤其是便当常常卖甲欠货。有时候来是刚好错过时间了，但是这一家很有名啊。中秋连假4天的话，第1天。当然，这个大家要出游的民众会显著的增加，我们已经尽量有增加量，不过确实是排队的人潮真的是太多。除了国道休困站的人可入住，第游乐园嘛是人山人海。北部一间游乐园统计，这4天假期算落来，有超过3万的游客入园。因为园区里面今天好像有一些万圣节的那个装饰嘛，所以就想说带小朋友他们一起来玩一下这样。中秋连假前3天呢，园区已经涌入了23000人次的游客入园。那整个中秋节连假，我们预计有3万人入园游玩。下礼拜有3天的国庆连续假期，提醒民众观光景点的人满4-3，出门佚佗游玩嘛是爱做好防疫措施。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总统 Trump 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美国股市伫顶礼拜大600多点，那咱台北股市今仔日开盘并无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颠倒一开盘有起52点。
但财政部的官员是表示讲，个案基金目前有授权的复盘，市场若是有任何异常的状况，个案基金都会当随时复盘，这是上新的消息。镜头来去看地方，台中有一间豆奶店，找糖宝宝来做一日店店长，或者囡仔有机会会当服务人客，甲大家互动。甲豆花稳稳啊看入去碗内底，另外一边是斟酌咧操作收银机。因是当时前的囡仔，虽然咧做有较青分，毋过因是真拍拼，要甲这豆奶店的一日店长做好好。你喜不喜欢来这边工作？我喜欢。希望下次可以再来吗？下次来。是。会不会有点紧张？有一点。那你刚刚做了什么工作？收一档。这是台中的一间豆奶店，甲当时前基金会做的合作活动。希望会当提供当时前的囡仔一个练习的机会，实现因服务别人的梦想。因学习的所在甲资源，创啥拢比一般人较不足啊，所以讲吼，招因来，咱爱有同样的同情心甲同理心来帮忙。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日活动，不过对当时前的囡仔来讲，是真大的挑战甲成就感。嘛，毋望透过这个合作，互民众更加了解当时前的囡仔有偌拍拼，未来会当有愈来愈侪人甲因斗相共，甲因鼓励。一日店长成功。记者综合报道。安尼，伫云林斗六的顶西国小野球队成立6冬啊，因克服无场地难关，伫厝尾顶起训练场。虽讲训练的过程真辛苦，也毋过这阵囡仔毋惊艰苦，共款讲出好成绩。大声喊加油！云林斗六顶西国小棒球队的同学就有精神，准备要开始练习。棒球是咱台湾的国球，常常伫国际比赛摕到好成绩，会当遮尔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细汉开始培训。云林斗六顶西国小就是培养少棒的重点学校之一。虽然练习的过程真辛苦，不过这挂囡仔却认为讲加入球队是因上介欢喜的代志。有2-3年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累，但就是赢的时候也很开心。来棒球队的时候，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让我觉得比较开心。顶西国小棒球队成立到今已经6年啊，因为学校伫咧市区，无宽阔的土地会当互因练习，所以学校就伫厝尾顶起练习场地。打杂球棒、发球机等等，把手选手的基础拍好在。我们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或是我们夜间训练的时候，是我们这边的主要的场所。那学生也很乐意在这边练习哈，那提升他们的技术。拄成立的时，敢若会当用茶板甲人无爱伫的链啊，或投手徛甲做垒包来练习。不过靠一届一届的选手甲教练的拍拼，即马毋但伫县内有真好的成绩，嘛常常代表云林县参加全国比赛。除了认真训练拍球，学校嘛拍破过去真侪人认为讲读无册才去做运动员的观念，特别注重学生的功课甲品德教育，毋望互这群囡仔成做上界优秀的队伍。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南将军的阿王国小内底有10多张钟啊，若是变拄着风台，树尾就会落甲四界拢是。校长跩甲这树尾捡起来，捡做好炉、招财盆、甲奖杯送互校友，环保阁有意义。拍拉过的钟仔艺术品，毋但看得到钟仔的纹路，阁闻得到钟仔的芳气。这个钟茶毋是开钱买来，是用台南市将军区红王国小校园内底超过30年历史的钟仔做成的。那早期大概就会把它做清运，那后来我们会觉得说这是有母校有一些故乡的一个回忆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变成艺术品。几摆当着风灾，校园内底的钟仔树尾就去风扫扫落来，为着让路途的树尾会当起死回生，红王国小校长柯德文用5年时间，把这钟茶捡做伙，甲做成葫芦和招财盆的奖杯，送予优秀的校友。基本上在这个艺术品里面，其实可以有时候可以有一些提神，那也可以让我们的校友啦、我们的师长偶尔也可以拿起来，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回味一下母校跟故乡的一个味道。
每一件菊花艺术品，唔拿独一无二，也是生活中落实环保美学嘅作品，也互捌伫咧红王国小读书教册嘅人，伫咧菊花材棚开内底怀念过去伫校园嘅点点滴滴。记者综合报道。要去爬玉山的主峰和时间嘛限真数，这是真正有影，毋是假新闻。当年要爬玉山的主峰去申请的有要50万人次，毋过呢，伫排云山庄，逐工敢若会当带110来个人，而且要爬去咧山顶嘛，限制一天是60个人，所以一定爱限时间嘛限人数。想要爬玉山主峰，但是抽袂到排云山庄，陈江变成了体能较好的山友另外一个选择。为了避免人数伤济，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限制每天陈江上限60人，抽签来决定，选定限时间12点钟内要完成。爬山迄天上午10点，若是未赴到排云山庄，将会被要求强制落山。有关处表示，这拢是为着山友安全来设想。如果说他早上5点或甚至更早，但是他到了排云山庄已经超过10点了，表示说你前面的这8.5公里，你已经走了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样的体能状况，我们是不建议他继续再去攻主峰。有关处指出，玉山陈江为海拔大约2600多公尺的塔塔加登山口，真紧就爬到海拔3952公尺的玉山主峰。对体力甲体能拢是一个考验。部分山友会伫透早2-3点暗蒙蒙的时阵就上山，虽然无违规，但是如果任意来变更申请的路线，违反着国家公园法相关的规定，有还是会受罚。玉山主峰陈江限人数又搁限时间，登山团体表示肯定，认为互山友有更加明确的政策会用来依循。限时间一定要，哩人吼就会拖到晚上，所以会有山难，就是你体力透支。你的脚抬不起来。玉山主峰的单攻总长大约是21.8公里，关岛的升降是1352公尺。有关处建议，单攻的山友爬山迄天上午5点伫玉山登山口，9点左右来到排云山庄了后，休困一下就出发，在1点30分爬去玉山主峰，下昼1点半进行通过排云山庄，是上理想的时间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经典的歌谣《望春风》作词人李林秋，伊伫大稻埕的旧厝，今年4月份互拍卖。李林秋的细汉后生拼性命总钱，将基本有倾出3000多万，甲厝买落来。续来要向相关单位提出修复计划，希望甲这个所在保留落来。向祖先甲新名放青花，淡薄仔整理父亲李林秋的故居。73岁李修干，经过外国个月焦虑。928告诉在迄一天，总算摕到法院发的不动产转移证明书，放落心中的大石头。过程哦，真复杂啦。当开始的时候，法院的底价本来是2500万，结果有人去标3428万，阮惊一个哦。头仔想安尼都要放弃啊，无法度。李林秋故居4月时以3428万被法院拍卖出去。李修干毋望北市文化局会当到时间买落来，无结果。好佳在最后关头，好朋友借1750万，加上家己的存款甲抵押主体，才到3428万，以优先购买款买落来。因为我8年的厝的漏水涂骹无平，用7-80年的拄仔也真歹拍开。李修干已经请女大级建筑师团队提出2年的修复计划。文化局有一个紧急的整修计划啦，但是我甲文化局讲哦，我即马要大整修啊啦，迄小计划无必要给开迄个政府的钱啦，明年开始就要来整修。台北市文化局指出，按文资补助作业办法，若修复计划审核通过，会当向市府甲文化局争取相关8成的补助。他修缮的经费势必要靠政府的补助啦。那我们如果市府这边一定会全力来帮他，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家的居所啦。李修干讲，父亲创作的《望春风》补破房顶台湾经典歌谣，老的手鼓甲生活用的器具，未来有愿伫二楼展示，家己也会以台语、英语双声导览。1楼是规划作为创作者会当发表展演的公共艺术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历史建筑安那修复，通更加理解历史建筑的价值，云林记忆区专工举办活动，带民众去眼界北港内底当地修复的古迹，来感受这建筑物永贵的风华。
那讲到云林北港，行着拢会受到妈祖庙。不过北港出名的，唔仅那朝天宫，也有受妈祖庙影响演变出来宗教工艺甲生活文化。也北港是开发真早的古镇，当然也有袂少历史建筑见证时代的变迁。云林纪区就专工办活动，招民众到顶眼界一下北港的历史建筑。现在刚好是北港的旧登记所正在修复的当中。那北港的水道头自来水厂的宿舍群也刚好已经要验收的阶段了。那我们当天呢也会请建筑师，他在整个规划当中的时候，他的规划的理念，然后怎么样做保存。活动分2条路线进行，沿途经过北港旧登记所、集雅县、朝天宫、北港水道头。民众唔敢若用目睭看历史建筑，云林纪区佮邀请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导览，了解时代变迁，解说历史背景。也上界声人目的就是也邀请民众同齐参与历史建筑修复的过程。这对民众来讲，有影是新奇佮趣味的体验。2条路线，主要其实要让大家去认识北港之美。那我相信，其实这2条路线都会为参观的民众带来很大的惊喜。大家可以更深化、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北港的工艺文化，还有它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最吸引的点是，还没有看到在整个古迹或是历史建物在修建当中的时候，欢迎民众亲近。那我讲重要，其实它是一个运动跟倡议，让大家更来注重我们的文化的保存。云林纪区表示，举办这个活动，带民众眼界北港镇内当地修复的古迹，希望大家能了解整修的过程，通更加理解历史建筑的价值，也趁这个机会，让民众感受历史建筑永贵的风华，那更加了解地方的变迁，也通愈保守、愈重视历史文物。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第31届金曲奖的台语歌王甲歌曲是苏明燕甲朱海军，那最佳台语专辑是罗水溪公社的钟鸿，也搁伫2017年捌摕过台语歌王的谢明佑，这一届搁以《路》这条歌摕到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甲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得奖的是苏明渊。第31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苏明燕，本业是律师，30年来无放弃对音乐的梦想。伫我50岁的时得奖，心情真激动，嘛特别感谢伊的父母，予伊有台语创作的能力。阮爸爸苏清洲，阮妈妈黄秀娥，伊的朋友拢叫伊做哥啊、吴子啊。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因两个。甲我灌溉，甲我滋养我的台语的文化，互我有会使熟悉台语的水，会使用台语来创作音乐。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来自高雄美浓的朱海军摕到，本身是客人的朱海军，致辞嘛特别以台语表示，无想过会徛伫这个舞台领这个奖。我不太会讲台语。毋过我真认真在学唱台语歌，我无想到今仔日我会当徛伫这个所在，领到这个奖。今年最佳台语专辑是罗水溪公社的钟鸿得奖，武城歌王谢明佑嘛以《路》这首歌摕到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甲最佳作词人奖。另外，今年金曲奖的开场表演特别邀请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的歌手同齐演出，展现出台湾丰富的音乐活力。记者综合报道。那这一届的金曲奖，台湾族的歌手阿宝是以母亲的喙舌摕到年度专辑的3大奖，是今年上抢赢的上赢的。这个专辑是结合电子音乐，也个台湾族语，嘛，互咱台湾音乐加入新的元素。坐伫列车顶头，阿宝一唱就是台湾族的歌谣。妈妈是讲无标准，煞是真欢喜。39岁阿宝3年前以全台湾语专辑摕到上好的原住民专辑，今年搁以母亲的喙舌摕到这个奖，甲年度上好的专辑。希望在这个作品里面，可以让你们窥探他们的生活。不用到强迫自己热爱，起码有机会去接触。台湾族的古调甲流行的电影是真合，
评审认为这是一张大家拢听会有的专辑，专辑内底选曲嘛摕到年度上好的歌曲。阿宝讲，制作团队人是无济，大家拢真重要。就是发明电动的人真的很棒，我们在这张专辑里面很多创意就是来自于黄少勇他一直打电动的成果，请大家鼓励打电动。和阿宝笑讲，伫拍电动找到真侪灵感的共同制作人黄少勇，是前教部长、考试院长黄永春的后生。自细汉爱音乐嘛爱变怪，但是坚持音乐路了后，嘛创办台湾电音的品牌，是真有人气甲实力音乐人。今年总算摕到上好的专辑。我再谢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太太阿倩以及我的小孩。身为今年大赢家，阿宝伫咧庆功宴顶头讲，以及甲黄少勇开设小班制，敢若原住民会当参加专辑的制作课程，希望更较侪原住民会当用母语来创作，家己嘛会当为内底找到新的元素。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国，财产超过100万美金的大户家人有440万人，所以即马保镖的需求量嘛愈来愈大。这保镖除了爱保护客户的安全，伫数位时代嘛爱保护客户的通信安全甲商业机密。伫中国天津，即马就有一间专门伫训练保镖学校，逐年训练上千人毕业，毋过也是无够用。模拟歹徒入侵，2名保镖掩护客户开表证一台冲上车，拄着危险情形，马上提前挡伫客户头前，动作每掠兵超过2秒钟。天津的天骄国际安全学院是中国第一间专业保镖学校，学员无需提身体票8万元真悬的学费，接受近身手拍反向武器甲驾驶机卡特训。因为伫中国专业保镖需求每年成长，顶尖顶级年薪是有50万人民票，学身体票超过200万，比一般上班族高出真多。我是农村的，没有什么技术，还有学历。考虑到以后就业的问题，工资待遇这一块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这间保镖学校由经验丰富的特种兵退伍军人陈永清所设立，也保护国际领袖甲有名人，每年培训1000名毕业生，不过人也是无够。他们都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位，但这个职位的要求的第一个核心需求不是为了安全了，是什么呢？为了商务的服务需求。在中国，安尼一个受到高度监视、禁止有穿假路犯罪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保镖已经唔是穿乌衫打手等级，更较爱熟悉数位科技，因为客户更较重视的是防范手机被骇客入侵，确保网络安全，避免窃听甲消毒数位资料这个新世代需求。现在很多企业的企业家都需要一些对我的信息安全的这个有保障的一些安保人员。当然，专业保镖也能提供较制式传统的服务，比如护送有名人囡仔去读书，这行业的高薪前途欠真侪人投资，当然也袂少女性，也有人是希望到外国工作，挑战更较悬的薪水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马来西亚红认为是全世界上好用、上爱用塑胶落的国家之一，所以有环保团体即马甲当地工厂合作，要回收塑胶粪扫，甲这回收的塑胶粪扫摕来做家具，也是零件，要无爱互这塑胶粪扫继续破坏地球的生态。环保职工就代表是捡即寡去互海洋抢起来岸顶，掉伫咧樱花石旁当中的海洋粪扫。即寡是马来西亚东部外海的度假胜地刁曼岛，当地海化线正在面对真严重的海洋粪扫的危机。由澳洲来环保组织是一口罩4个人所组成的海洋沟，依准做出世界浏览2016年发起来救海洋的计划，即马住伫马来西亚的吉隆坡。I guess clean up the environment and recycle them into usable items that people can make money off, but it's never going to actually stop the situation if you don't tell people to stop using the plastic first. 马来西亚南部福州州的阿兴环保工厂，负责人意见海洋粪扫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过去17年以来，一直甲环保团体合作，利用对海上回收回来塑胶粪扫，透过机器转化做较细的塑胶粒仔，再过来制作各种物品。And once these are manufactured and recycled, they are made into little pellets that's then injected into the chair machine that makes up these chairs that you see behind me.
若是即间伫咧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珠宝店，因为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营业登去，负责人对6月份开始利用回收的塑胶粪扫做各种造型的手指破链，有真侪人客介意。Человек такие украшения покупает, он в принципе задумывается и не будет просто выбрасывать мусор в мусорку, он не будет брать лишние, не знаю, там, бутылку в магазине. 前日中美洲洪都拉斯北边的欧姆亚海沙堡，去互真侪含有粪扫包围，规个水面拢是粪扫的画面，看起来是真惊人。若是人类无法度下定决心来减少塑胶，赶紧把塑胶经济改做循环经济，还有加做超大型粪扫场的模样会变做真的，将规尾的受害者也是人类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风增强，正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伫个南北海岸、宜兰、大台北的山区雨会较粗。要提醒乡亲，这款无稳定的天气一直到国庆的连续假期。就会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1度到31度。接下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乡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